Hello，大家好。你有冇諗過人類幾時會正式同外星人見面？唔係電影嗰種突然侵襲，而係一個漸進、溫柔、經過精心安排嘅過程。Bashar 話呢個過程叫做公開接觸。今日我哋就講下呢個時間線，由幾千年前嘅隔離期結束，一直到人類正式加入星際社會。每一個階段，Bashar 都有直接嘅描述。Bashar 話同 E.T. 公開接觸 （Open Contact） 嘅起點係2012年。喺呢一年，一個維持咗數千年嘅隔離期正式結束。由2012年開始，公開接觸完全取決於人類嘅選擇同埋準備程度。呢一個隔離期係一個保護機制。Bashar 話，因為人類嘅集體意識已經準備好。喺2012年之後，閘門打開咗，從此以後幾時接觸、點樣接觸，決定權喺人類手上。2015至2017係全人類開始意識到外星文明存在嘅窗口。到2025，人類預計會建立足夠嘅內在改變，加速邁向星際社會成員嘅過程。咁實際嘅接觸係點樣開始？Bashar詳細咁樣描述咗幾個可能嘅場景。佢話飛船可能出現喺我哋嘅海面上空近岸嘅位置，我哋可以喺岸邊望住佢，佢唔會移動，我哋唔會覺得任何形式嘅威脅。咁樣可以俾多啲時間我哋吸收呢個事實，俾機會我哋聚集前往呢啲地點，親眼見到飛船。第二個可能嘅場景係有發光嘅光球出現，我哋會開始睇到更多嘅光球。呢啲光球唔單止可以代表靈體，仲係一種外星能量探測器。我哋可能見到呢啲光球降落，固定喺某個唔具威脅嘅位置，俾時間我哋觀察、記錄同討論。呢啲光球嘅目的係俾我哋慢慢適應，令到我哋開始明白佢哋喺度係一個可以成為我哋現實中相對永久嘅存在，擴闊我哋對現實嘅理解。跟住落嚟係關鍵嘅轉折點。Bashar 話：你哋嘅社會、你哋嘅世界會喺未來5年內由唔同嘅組織同埋社會派系介紹俾外星文明認識，最多5年，會好快喺2026年底、2027年初左右會有一啲事發生，令你知道呢個地球唔係孤獨嘅，會開始喚醒你，打開你嘅心扉，讓你意識到地球上嘅一切即將發生劇變。咁第一次接觸嘅對象係邊個？Bashar 話，首先係昴宿星人，然後係混血種族 Yaoyao， 之後就再要睇下人類嘅意識準備好接受啲乜嘢。Yaoyao 呢個混血文明，佢嘅名嘅意思係嗰啲會首先嚟到嘅人，因為佢哋嘅外貌同埋人類相似，可以減少人類嘅驚怕，所以被揀選為第一個同人類正式見面嘅混血種族。2033年至2037年會係公開接觸嘅終極階段。Bashar 話人類會將正式加入星際社會，呢個係預計人類成為星際聯盟見習生嘅時間範圍。Bashar 話呢個唔係一個死板嘅預言，而係基於人類集體能量嘅感知。換句話，呢個時間線係可能改變嘅。人類越快提升集體意識，呢個過程就越快；人類越抗拒，呢個過程就越慢。取決權喺人類手上。公開接觸 （Open Contact） 發生之後，外星文明將會協助人類，外星人將會協助指導創造人工智能，以造福人群。關於人類以前嘅真實歷史，人類會收到關於自己歷史嘅全息記錄。我哋會收到一啲設備，呢啲設備會全息投影咁樣展示我哋以前嘅歷史。呢啲設備會揭示人類嘅真正歷史，唔係教科書上邊嗰個版本，而係被隱藏咗幾十萬年嘅真相。Bashar 嘅信息好簡單，公開接觸 （Open Contact） 係必然會發生嘅事，唔係會唔會嘅問題，而係幾時同點樣嘅問題。由2012年隔離期結束開始，到2025年至2033年逐步出現，由飛船出現喺海面上空，到光體固定喺天空，由昴宿星人率先接觸，到Yaoyao混血種族正式現身。由2033年至2037年，人類成為星際社會嘅見習生，到最終成為銀河系嘅正式一員。
呢個過程已經啟動。悠悠並唔係突然出現嘅，白莎指出佢哋已經喺度觀察同準備咗好耐。佢哋為咗呢一個階段準備咗好耐，佢哋研究我哋嘅文化，研究我哋嘅世界，研究我哋嘅語言，研究我哋嘅心理。佢準備好喺一個啱嘅位置同我哋見面。當公開接觸正式發生之後，悠悠將會扮演橋樑嘅角色。佢哋會協助人類理解星際社會嘅運作方式，同埋幫助人類逐漸融入呢個更大嘅宇宙社群。佢哋亦都會幫我哋理解嗰啲將所有先進文明連結起嚟嘅科技、哲學同埋靈性原則。白莎強調呢個過程將會係雙向嘅，人類亦都唔係被動嘅接受者，而係平等嘅參與者。人類亦都有獨特嘅嘢可以貢獻俾星際社群。我哋嘅創造力，我哋嘅熱情，我哋喺巨大挑戰前面仍然能夠愛嘅能力，呢啲都係我哋帶俾佢哋嘅禮物。最後，白莎用一句總結咗公開接觸嘅真正意義。公開接觸唔係關於佢哋拯救我哋，而係關於我哋記起自己真正係邊個。咁我哋就可以喺星際之間攞翻我哋應有嘅位置。當悠悠正式現身，公開接觸進入成熟階段之後，人類嘅社會將會經歷一場徹底嘅轉變。首先係能源同埋經濟體系嘅解放，冇咗能源嘅限制，人類社會將由競爭轉向合作。隨住經濟壓力嘅消失，人類嘅靈性能力亦都開始大規模覺醒。白莎話，心靈感應將會變得普遍，心靈感應將會變為常態，而唔係例外。佢會喺學校同語言一齊被教授，呢個將會消除誤解，同埋困擾咗我哋數千年嘅分離感。面對咁樣嘅轉變，人類喺星際社會入邊到底扮演住一個乜嘢角色？白莎話，人類嘅獨特之處就係我哋嘅創造力，同埋喺經歷過黑暗之後，仍然能夠選擇愛呢個能力。呢個品質喺宇宙當中極其珍貴。人類喺銀河系當中係一種非常獨特嘅物種，我哋經歷過大多數文明都未經歷過嘅限制同黑暗。正因為咁樣，當我哋選擇愛、選擇喜悅、選擇創造嘅時候，我哋都係以一種幾乎無與倫比嘅熱情同深度去做。呢個就係我哋送俾星際社會嘅禮物。因此，人類參加星際聯盟係用一種平等，甚至係備受尊重嘅身份。人類帶一啲其他文明都無法提供嘅嘢，我哋係限制嘅大師 ，The Master of Limitation， 而且將呢啲限制轉化為無條件愛嘅跳板。呢個就係點解銀河系以咁大嘅興趣觀察緊我哋。人類係從限制中誕生嘅愛，係宇宙最耀眼嘅光。今日講到呢度，下次再見。